再来关心台中成功3月起爆案，台中市消防局公布鉴定的结果，指出讲不在原因是驾驶起爆。检方调查嘛发现讲，驾驶的总开关无关起来，甚至驾驶外漏的感测器嘛互拆掉。新中天然气公司是表示讲，因拢有照成功的要求来处理，因为专案个调查，伊嘛无方便回应。 台中成功3月还搁咧检修，即阵检方对查起爆原因出现新的事情。成功3月的起爆案呢，日前判断的是驾驶外泄所造成的，不过后续对查发现呢，疑似是楼层的感知器呢被拆除之外呢，驾驶的总开关呢应该关起来，嘛无关起来，新中天然气公司有可能要被追究责任。 发生爆炸了后，新中天然气公司第一时间是强调，施工进程已经有把驾驶的总开关关起来。不过检方调查所发现，爆炸12楼咧侦测驾驶敢有漏泄的感应器已经互人拆掉。不过驾驶的总开关却根本就无关起来，佮加上哪像受火源才会造成爆炸。检方会搁理清无关总开关的责任，嘛传出已经甲几来名起爆现场的人员，列作是过失致死罪的被告。最近这几天会展开约谈。 我们就针对星光3月的请求去做瓦斯表及开关而已，其他我们都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。这样，星光不会去帮你家关总开关啊。你们家的瓦斯表拔除了以后，它只是把它填塞起来而已啊，它不会把你们家的管子拆掉啊，它怎么把你关掉？ 台中成功3月发生爆炸了后，目前也是咧停业。业者已经向都发局提出整体的修复计划，市府迄边嘛已经收到，不过讲也阁有相关的资料需要补件，嘛会加强辅导。都发局表示，目前整体的建筑是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的整建甲修复。成功3月迄边也未提出整体的安全评估和专业参证，已经要求爱保证，交予专家来评估了后，就会当依照计划来进行修复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